为了回应市民的期待，嘛都是照顾长辈、减轻生活负担的目标。过去部分党派所争取的老人健保费补助，21号伫市政会议上，肖局长以简报说明现况以后，市长每天正式宣布，该政策可能持续再增加建设。今年7月开始，伫百户的前提，将补助65岁以上长辈、甲55岁以上原住民。以每个月上悬补助826块，一档落来大约1万块，有28万长辈受惠。对于健保费的补助，不是以选举为考量，所以我们不会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做讲，但是我们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今年度从7月1日开始做。那真正的挑战大的是明年度，因为明年度要编列整年的预算。所以明年度如果这个扣除这个中低收入其实中低收入跟低收入户的这个健保费补助，我们也是市政府来再出。所以说，但是因为这每年都已经在出，所以都已经列入社会局的这个常年预算了。扣除这个部分大概28万，那28万7千人那这个一年都要28亿7千万。左右了，但是因为它是9900多嘛，所以说大概是28亿左右。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将会在下年度的预算里面来核实编列。但除了老人健保补助，近年来积极推动各项老人福利，不止率先6都达成一个中学区1日间照护、低等照服务加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涵盖率等政策项目，嘛拢是6都第一。希望多元具体福利加服务，全力守护长辈健康。台湾新闻管制采访的。